紐西蘭最新開放咗一隻全新嘅商業移民簽證，到底啱唔啱你申請嚟澳紐開展新生活呢？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嘅 channel， 我係阿 Don。近排呢，我同 Richard 都接到好多朋友詢問有關紐西蘭嗰邊嘅投資移民簽證喎。今日同你一步一步拆解紐西蘭最新開放嘅 Business Investor Work Visa， 簡稱 BIV。如果你係有翻咁上下資金，有做生意或者管理經驗，又想開拓海外市場，咁呢隻簽證好可能適合你。今日講嘅全部都係一般性資訊分享，唔係針對你個人情況嘅專業意見。如果你聽完之後覺得好似啱我，記得揾我哋嘅持牌移民顧問做一個正式評估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下紐西蘭嘅投資移民分為兩種，一種係 Active Investor Plus AIP， 即係所謂黃金簽證；另一種係商業簽證 BIV。有咩唔同？ Active Investor Plus 係500萬紐元門檻，投資金融產品為主。BIV 就係100萬紐元門檻起跳，要買一間喺紐西蘭已經營運咗幾年、規模唔細嘅生意，然後落場做老闆。我哋將會解答3條最重要嘅問題：一、我要準備幾多錢？要點樣準備先符合法規？2、我去到紐西蘭要實際做啲乜？3、我幾時先有機會攞到永居 PR Resident Visa？ 講到金額， BIV 其實有2條路線可以揀，你可以想象成普通路線同快線。如果你行100萬嘅普通路線，你最少投資100萬紐幣入一間符合投資規則嘅生意，嗰盤生意要喺紐西蘭已經經營咗一段時間，唔可以係新開。你喺當地實際經營3年之後就可以申請居民簽證。如果你肯投資至少200萬紐幣，做滿12個月實際經營之後，就已經可以開始申請居民簽證。不過唔係話做完1年就收工，整個計劃仍然要求你總共經營滿3年先算真正完成。除咗投資金之外，仲有一筆好多人忽略，你要額外有大約50萬紐幣嘅預備資金。呢筆唔係用嚟買公司，而係用嚟支持你同家人喺紐西蘭生活同生意周轉。大家會擔心，當我一開始個簽證有幾多年？如果生意仲未上軌，會唔會中途俾人踢走㗎？ BIV 首張工作簽證最長係4年，呢4年裏面又再分2個階段。第一階段頭12個月叫 Establishment Stage 創業階段，你要喺呢1年裏面做幾件關鍵嘢，真正揾到一盤符合規則嘅生意，完成收購、入股、開始實際營運。官方要求係喺頭9個月內，你要交文件證明你買咗同開始經營。如果9個月內交唔到合格證明，個簽證只會維持到12個月之後就完。第2階段之後嗰2至3年叫 Operating Stage 經營階段，呢段時間就係你好好經營、請人、擴展、做足要求。如果4年都未夠時間達到申請永居嘅所有要求，紐西蘭政府都講明容許你申請續多1次 BIV， 最長可以延長2年俾你補數。簡單嚟講，頭1年就係買生意同埋做手續，之後幾年係穩定經營、交成績表。申請人本身要符合咩條件？第一，年齡，申請嗰一刻你要55歲或以下就得，比起好多移民簽證呢個門檻算係寬鬆。第二，英文，政府唔要求你講到專業流利，但起碼都要有基本能力做簡單嘅英文對話同閱讀，大約係日常溝通水平。第三，生意經驗，官方講嘅 Acceptable Business Experience 可接受生意經驗有2種。第一，你係生意老闆 Self-employed， 又稱自僱，你真係老闆咁樣會分到公司盈利，而呢個生意要係正式公司、機構，不論係商業、慈善、NGO 都得，而且滿足其中一個條件，至少有5個全職員工，或者年營業額至少100萬紐幣。第二，你係高級管理層 Senior Management， 有正式職銜，同公司簽合約，領固定人工，你直接管理至少5個全職員工。呢個情況嘅話，你間公司年營業額至少500萬紐幣。重點係你要有足夠文件證明你真係有經營管理權限，例如有合約、公司架構圖、職位描述、公司報表等等。第四，健康同品格，要做體檢、胸肺 X 光，冇犯罪記錄，再加埋所謂 fit and proper， 即係你過往冇嚴重商業詐騙，冇因為移民或者就業違規被拉，冇喺黑名單入面。有朋友會問，呢啲錢由邊度嚟？可以唔可以借？第一，嗰100萬200萬投資金一定要係你自己或者你同配偶或者小朋友共同擁有。資金來源當然要合法，而且要講到個故仔，例如賣樓、公司分紅、長年生意盈利、股票投資等等。
原則上唔可以係借款，唔好以為父母借俾我就當自己資金。你可以用樓契、銀行月結單、股票、基金嘅單、會計報表去證明你真係有呢啲資產，同埋呢啲資產係點一步一步變成今日呢個數字。咁到底嚟到要開咩生意呢？要用嚟申請 BIV 嘅公司，大約要同時滿足以下條件：一、喺紐西蘭本地合法開業，而且已經營運至少5年，最好係有穩定客源、員工同財務記錄；二、規模要達到一定 level， 你買入嗰份股權收購額最少要100萬紐幣，唔可以夾雜物業價值或者消費稅嚟谷大呢個數。公司最少要有5個全職員工。三、你自己要持有最少25%股權，唔可以只係做打工 CEO， 你要有實際擁有權同決策權。四、仲有唔可以係你自己或者家人而家已經持有嘅公司。五、有一張黑名單行業係完全唔接受，包括賭博、煙草、成人娛樂等等嘅黃賭毒，亦都包括便利店、快餐店、特許經營等等。最尾 BIV 唔係一隻人人都啱嘅簽證，比較適合嘅人係本身已經有管理5人或以上團隊嘅經驗，接受到生意有風險，同埋真係要喺紐西蘭住，呢個就需要個人化嘅簽證評估啦。我哋都會將相關資訊放下影片描述同留言區，歡迎大家預約同我哋諮詢。我係 Dawn AI Migration Group 嘅紐西蘭同澳洲持牌移民顧問，歡迎訂閱我哋嘅 YouTube、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